所來關心啊，這澎湖大進滿船隊，一個3月24號出海了後，就失蹤了。隔日啊，這個船隻竟發現在中國廈門灣的漳州港，到今仔日攏留在現場，是安怎會安尼呢？所以了解了後，才發現啊，這個大進滿可能在海上啊非法去賣這個油，給中國的漁船，煞總去中國的海警船來來扣押。即馬陸委會嘛證實啦，目前啊，這船隻確實在中國，船頂的7名成員攏在接受偵訊當中。在漁港放炮花，民眾提手機錄影。去年5月，澎湖礁漁船大進滿8號舉辦落水典禮，不過船隻所在的3月第失聯，佮看到蹤影已經是在咧中國廈門的海峽。目前其實人確實在人船確實在那邊，那目前是接受偵訊之中。3月24日，大進滿8號在3位台礁成員和4位印尼籍漁工，為澎湖竹灣漁港出海，在咧馬公漁港報關出港了後，隨關自動識別系統，所以就失聯。據當講，船隻定啟動自動識別系統，就叫發現在咧中國廈門灣的漳州港。直到3月28日，攏猶閣停在咧廈門灣。4月13日，船隻滯留在咧海中港。根據了解，大進滿敢若少上油貨差價，涉嫌非法賣油予中國籍漁船，去中國海警船扣押。我們已經有透過司法互助協議的既有聯繫機制，那請對方說明事件始末以及查扣人船的原因。我們也希望說能夠根據共打協議的規定，向我方進行人身自由的限制通報。那但是陸方沒有回應。船長及船員一切是平安。對這陣，中國國台辦敢若回應，相關部門當在咧調查。事實上，2024年澎湖礁漁船大進滿88號，嘛捌因為違反規定，叫中國海警扣押4個外歸，罰款6000，人甲船隻互放倒來。當時這種會合的就是大進滿8號，如今大進滿8號嘛叫中國海警扣押。漁業署強調，非法賣油調查若正辦負影，會以漁業法相當撤銷漁業執照，同時嘛補納補貼款。你好，我是宋彥明。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緊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